线顶大家拍一下吼。你是标写有来，还是因为我较来的？当大家拢来听即个讲座非常欢喜，大家拢来参加安尼。我就先介绍我家己一个吼。我家己是迄个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所迄个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我家己嘛有修中等教程，是台语的。嘿，只不过是我无伫学校现场咧教。我即马就是因为我家己的公司拄开，所以我是即个侏罗纪文创工作室的负责人。嘿，搁来就是这就是我的相关证书。相关证书是因为我做即项工课了后，我有发现有一寡证书就是嘛是袂当欠。所以我就是伫白话字，也是讲教育部拼音，也是汉字，我拢会维持一定的程度。所以我有即几张证书。搁来就是中等的本土教职人员，我嘛有。搁迄个台语台的头一届台语配音员，我是头一期结业的，甲迄个当年同款。嘿，搁来就是我的经历是。我深头读台语系的时阵，其实我无想过会做相关的工课啦。我其实甲大家同款，拢想讲我就是去教台语，做台语老师安尼。毋过尾手我就是去花市实习。我实习的时阵，我主要是下骹即个新媒体部的行销策略中心。我早起伫遐上班，我下晡就是伫台语新闻遮练过音。甲我引出的就是即两位台语的主播，真资深的主播。边看到这过音稿，就是迄个英英主播。英英主播伊足用心的，伊就是会用即个写伊引过的迄个报过的新闻稿，甲我逐工掠进度，甲我指导讲我应该安怎过音，应该安怎改稿安尼。嘿。下骹就是我做过相关的专案，也是讲有参与的专案。基本上就是考古馆，也是13项，也是讲台图，也是台美馆，也是台湾博物馆遮的相关的馆区，也是迄个场所，我拢有做过迄个审译，也是讲因的画本、译稿、审稿。也是讲因的迄个语音导览，这我拢有参加着。搁来这就是阮的商业的部分。商业的部分我参加较济，就是迄个影视的指导，搁有文创，搁有新媒体、社群这个公司。即马看到的这顶悬，就是阮有今年初拄开始，就是现场指导的一档公司台语台，因的迄个连续剧，连续剧内底，阮这个杀青酒这张相片，基本上就是大家看会到较少年辈的，较阮这演的迄个台语指导，台语指导安尼。迄个上正手柄，这个缘投送已经特别天五啊，对，伊做少年的伊是8月的学生。伊应该是8月份的天五，对。迄个过来，即个应该大家拢有熟悉，就是迄个招南，理工区的招南，嘿。搁上倒手柄，即个是八庆门的迄个编译，台语剧本的编译，对。阮就是因为即档戏拍了足赶紧的啦。所以伊就是需要有较济台语指导安尼。其实伫台语指导的即个业界，我有在听洪辉老师咧讲，伊讲因其实台语指导伊早是无啥咧伫现场的啦。毋过你即马伫现场，你会拄到一寡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咱台语人已经足久无入去即个影视界现场啊，所以有一寡导演也是伫现场的工作人员，伊其实因咧做因的工课，咱伫遐行来行去，有时咱的迄个镜头袂晓看，也是讲
你有一寡就是路线的问题，你较袂晓，所以因就是会感觉讲，台语即落伫安尼海来海去，到底有啥物作用？毋过即个物件吼，其实你伫现场若初步有做好，你伫后座你会减足侪麻烦。虽然讲后座大部分我毋知即马参与的实际情形是安怎，毋过若是我家己，就是基本上，我顶仔做安尼啦，就是喙型一定爱对，无你无度做后续的工课。伫阮即栋内底有一个叫做双魂，就是迄个我迄个指导下骹迄个双魂，迄个即出伫今年的6月份，6月20，就伫日本咧搬。对，因为这有做侪日本演员来配合的，因咧经纪公司嘛，因早就讲好即个，甲即个戏安怎行销啊，所以即出对可能台语的戏剧界来讲，袂去海外的即个经验会足宝贵的，因为伊嘛有去文化部叫去开会开会开即个 IP 的会安尼，嘿，过来就是即个王品集团，大家拢食过啊，毋过伊的较即个小品牌，可能大家较无听过，伊这是台湾菜的品牌，伊迄阵即个2000即个说书篇即个啊。即个伊其实是最主要，伊毋是要放伫 FB 互看，伊是要放伫赖顶悬，互少年仔领迄个优惠的，领迄个有迄个优惠券，会当互伊用。有一个活动，所以伊迄阵录即个的时阵是，可能大家感觉，商业即个物件结合台文，伊毋知影爱安怎创、安怎写，可能会较好势。所以即个文案是我接的。因提供华语歌，我来另外写，我家是另外写做台语文案安尼，对。过来就是迄个9天的即个野古天声，野古天声伊做特殊的，伊是为迄个国外的故事翻起来的，所以咱拢知影9天因就是顶头的表演嘛，所以因伫口语顶悬，大家拢毋知影讲。是好还是歹，还是大家拢会想讲，你顶头应该是台语真好啊，你是安怎搁爱请台语顾问，还是讲台语指导？其实是，事实上无像大家想的安尼啦，就是金鸡演社因的团长有讲嘛，伊就咧讲，伊其实上烦恼的就是台语口语的流失，因为伊有发现即马连佚佗人，还是迄个龙马，拢无啥讲台语啊。所以你就知影讲台语即马流失啊，足严重诶。嘿，甚至买手转来搁捡台文学习诶，伊口语可能嘛爱考罗马字，伊较厉害准。有时讲起来嘛是会调调。毋过即马诶少年人，就是因为有即个系统，因来学，因较袂遐辛苦，较袂讲哎我敢若用讲诶，讲互伊听，你敢若毋知影要安怎回应安尼。嘿，过来就是我有参与诶出版品。有一本是甲即个令赏做伙翻的《春光乍袂离》，阁有我做较久的台湾版。台湾版因迄阵一开始是做囡仔的迄个电子册，伊是线顶版，伊买手较出实体版，就是即个点读册，点读册伊就是实体版。即个系列就是小黑玩台湾。其实伊的台语名就叫做《美女仔走台湾》，对。伊的前一首是阿华西来接即个活动的吼，即个客话啦。尾首就是因为可能伫宣传，也是讲伫行销的部分，因较无强势，所以我来接手了，嘛拄好迄阵疫情，所以我就来接即个工课，一直到即马安尼。即个客话我自参加到即马，差已经4、5档啊！伊阁有另外一个，就是互较大汉的囡仔，伊来看的线顶影片。迄个线顶影片其实是伊本来就有华语版，毋过伊有摕到文化部的补助，所以伊就甲迄影片拍做迄个台语的。同款是放假，即个放假其实因找的迄个配音员。其实伊程度嘛真好哦，伊嘛是有迄个
台语证书的，是4万，啊，伊毋是科班生哦。毋过伊有法度，就是伫工课场，因为伊有即张证书，所以，阮的工课场顶悬配合，效率足好诶。啊，这后壁我会讲为虾米会安尼。啊，过来就是要甲大家讲新媒体即个物件，因为咱以早拢知影讲，咱可能就是用垃圾咧听节目嘛，也是讲用电视咧看节目，毋过即马可能大家拢用手机啊，较早啦，较早以前是电脑嘛，啊电脑了就是有手机啊，有手机啊到即马就大家拢手机拍开，啥物拢伫顶悬啊，不管你是买物件。也是讲你甲人互动、交朋友，也是看节目，甚至听音乐，拢是伫电脑顶悬，也是讲伫手机仔顶啦。啊，所以咱就咱看来讲，新媒体到底是啥物世界？其实这个世界吼，我感觉是，就是我自高中以来，因为我高中就已经咧用即个社群的媒体，即个工具，即个家私。咧，互所有人来参加我办的活动，甚至是我协办的活动。我捌用即个家私，互北中人、高中生、佮大学生，伫暑假歇热、歇寒，做伙来，因为阮有咧练团，对啊，做伙来练团。啊，迄阵啊，有一个迄个社群的平台，互阮做联络的迄个算管道啦。所以因为安尼，阮熟悉足侪人。啊，我嘛感觉即个世界，就是一个无时差，啊无国界，就是无海内外的差别。所以你会当伫即个平台顶悬摕到你想袂到的资源，也是讲你比人搁知影，搁早知影的消息。啊，你会当看到咱为1971年，咱头一封 email 成功寄出去，这就是咱的迄个社群新媒体开始起头嘛。一直到2012年，这个物件应该是这个正大网站啊，我毋知影，就是大家知影有这个物件无？毋过这个物件伫阮迄阵啊学画图的时阵，因为我的背景可能较奇怪啦，就是。为你摕笔咧画图，到用电脑咧画图，这个过渡期我有经历过。啊，这个用电脑画图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改变。啊，毋过有足侪人就是无法度这个技术，伊就安尼去用淘汰啊。啊，毋过你若学有过即样的人啊，其实一直到今嘛，大家拢就是对即个网络画图，也是讲即个家私咧用，也是整片的。也是讲做音乐的，其实会做，就是伫生活中的比重会足重的啦，嘿。啊，咱会当看讲，即个新媒体的世界存在到即嘛，其实已经几啊十年啊，所以毋是讲是近几年的代志，也是讲近10几年的代志。啊，毋过伊咧演进吼，咱会当发现，你看像咱2006年Twitter 出现。2006年后一个即个啊，其实伊毋若影响到讲咱咧听音乐的关系，嘛影响到咱听广播的关系，甚至是咱以前咧听的像讲电台开人做节目嘛，无哦，即马 Podcast 就会使做节目啊，啊，足侪人就会甲伊的 Podcast 放去即个平台互人听，所以你会当发现新媒体的世界愈胖愈紧。资讯愈来愈复杂呢，嘿，啊，过来就是新媒体问世了后啊，你会发现这少年啊吼，就是大家拢用华语的世界嘛，啊，所以华语其实咧去受外界就是用英语啊，毋过咱台语就是拄啊，其实咱一开始有讨论到的，就是技术的问题嘛，啊，所以咱有一寡 tempo 是较慢音的。啊，毋过若伫迄个讲台文的迄个新媒体开始，大家咧即个时阵，也是讲拄开始做的时阵，其实一开始做就是花式吊带，即个扛棒上大。啊，花式吊带迄阵啊，就是2019年迄阵啊上穿嘛。
迄早出来的阵有发现一个，就是应该讲迄早大家拢就是伫上班的阵来讨论的一个好笑的代志啦，就是可能较老的因去开会，啊，毋知影讲即个新媒体到底是啥物物件，啊，所以伊开会的阵就是顶悬的主管咧报告，啊，你搁叫少年讲，啊，少年的其实就是台语咧袂当啊，就是无法度啊嘛。伊就做侪笑亏，啊，因就会问讲，啊，恁调台是倒一台？因为拢看电视嘛，因过拢看电视。啊，因结果阮遐少年仔就是想讲，啥物调台是倒一台？调台就是调台啊。伊结果迄个较老的迄长官就讲，毋是啦，迄我甲你讲吼，即马吼你电脑拍开，你就当看着阮调台的内容啊，毋免你去转电视啦，因为电视无即台。伊就安尼甲伊讲，啊。大概就用即个，你知影调台第几台无？即个算一个较好笑的迄个迄阵仔的事件来试验看嘛，恁对就是新媒体有了解无？还是讲恁使用网络的几率有偌悬安尼？啊，过来买手，阮就发现即个平台顶悬。就是 FB 上起先 ，FB 就有出现一个迄个梁武老师做的失控的台语课，对，就是大家看到即个失控的台语课，即个失控的台语课吼，足有内容的，伊的内容的深度其实足有的。啊，较早期的，就是阮即下的台语指导，其实足侪人会去遐家己替家己补习，因为可能老人的。书写方法做侪种诶，啊，毋过无一定讲有符合咱新一代拢是罗马字来学台文诶，遮个少年啊，啊，所以逐个都会去顶悬捡一寡知识，也是捡一寡需要诶内容来家己补习安尼。啊，搁来上诶较即个就是迄个 podcast 单集诶 podcast， 啊，即个 podcast 是迄个龙鸟集诶作者家己录诶。伊家己咧讲，伊其实伊早是读社会学的，啊，伊即马是心理医生，啊，所以伊就是对即个物件，伊会感觉讲，我对文学嘛有兴趣，啊，我对学台语嘛有兴趣，安尼是毋是我就是来做一个外国译本？啊，毋过迄阵仔要译的阵，小王子已经向译去啊，所以顺聪老师就甲伊建议讲，啊，无你会当来译即本迄个《飘鸟集》。就是咱即马看到即本《龙鸟集》，啊，《龙鸟集》伊是毋是甲册写好了？伊册写足用心诶，就是伊有原文，啊，佮有台落拼音，啊，伊佮有汉字，啊，伊家己佮甲内底诶字数家己录过一件，啊，所以即个物件，我若伫教书研习，也是讲伫讲座，我其实拢会就是高中生即类的，我拢会甲因建议讲，恁若是要学台文，你会感觉伊早的故事，你可能毋知影咧讲啥，毋过即个物件可能对你的生活上会较瓦大，啊，所以你会当为遮就是来学起安尼，而且伊拢短啊，所以你嘛免想讲迄规篇我拢看无，啊，佮汉落人，所以会迄个对。台语有一寡感觉讲，哪会遮困难拢学袂会安尼。啊，你嘛会当讲，你可能看无字，啊，毋过你若暗时要困进前，其实你甲开落听，你会感觉哦，即个物件就是真生活化，啊，即个 tempo， 即个调性，做下伫要困进前听，迄听起来就是互人感觉有足舒适的感觉，对。啊，个来就是。遮个台语文啊，若进入新媒体了后，咱的生活毋知起啥变化。我毋知影国外逐个的生活经验是安怎啦。啊，毋过若伫台湾，可能就有一寡人会感觉讲，对呢。啊，台语文敢若是愈来愈常出现伫广告顶悬，也是讲餐厅，也是讲可能一寡文宣顶悬。也是讲宣传单、看板遮物件，就像即个伊德利伊其实就是伊的广告拢短啊，
毋过伊就是有两季，就是热人佮寒人诶阵，伊有两支产品，一个就是热人咧白。你，互你困起来较舒适诶，遮诶迄个枕头布啦，还是讲被单啊，遮物件，伊会做迄种凉感诶，凉感啊，就是较凉诶，你毋免，伊诶布质就是你吹冷气，还是吹电风了，会当维持较久，伊维持较久诶迄种凉诶感觉，你着免安尼一直拍算电。佫有一种，佫有一个就是，因有咧卖被，热人教较烧诶，因着摕即两支来做短短诶广告，拢差25秒、30秒以内。讲诶物件就是伊咧介绍即个产品诶特色安尼。所以就是即个物件，其实大家感觉足趣味诶，感觉讲伊敢若毋是讲迄种做传统诶迄种，算调性啦，就是咱咧看迄只八当人迄种诶。我家己诶感觉啦，因为我细汉是看即种18当人即种广告起来啦。咱以前拢知影，就是拢是说，毋过因这个伊这个较生活化，伊就毋是干那讲卖药啊诶需求尔。另外即个文案就是我替迄个王品，我替王品做诶。王品因即个我有改手啦，就是伊讲吼，伊讲罗马字看起来就是英语诶，毋过伊想要互即个字幕有台湾味，结果我就甲伊讲，无安尼咱来做罗马字。伊头先嘛毋知影为虾米我要做罗马字啦。我是甲伊讲，就是外国啊有一个迄个电影叫做迄个 Mario 兄弟。因诶迄个后壁迄个罗卡，就是你做了即电影做了，后壁有啥物导演诶名、演员诶名，还是啥物人诶名？我有看到内底有一个画漫画诶设计师，伊用伊诶台语名，对，迄国际哦，伊用伊诶台语名写伊诶名，对。结果相反即出我就是我嘛安尼做，因为我感觉。即个物件是台湾的作品啊，你也互人知影啊。你佫有台语名，你谁人无爱写台语名？而且我有发现，以早就是若我拄着的日本人，还是外国人，因其实对罗马字共感较强。就是伊若问你讲，你叫啥物名的时阵，像我的中文字，咱拄仔看到嘛，迄有写中文，佫无一定念会出来。毋过你若罗马字写落，伊咧念话足准的哦。伊就是无啥会走精去，所以我就甲伊讲，无咱即个文案，咱就来甲做罗马字，对。即个点阅率足悬诶，足悬诶，就是颠倒无人咧问讲，是安怎要用罗马字？因为即马就是逐个拢受中华民国教育嘛，逐个看到这字母，也是英语字、罗马字。因就会感觉讲，嗨，我看无啦，你写着我看无，我嘛袂甲伊联想是台语安尼。毋过即个好处是，若是捌诶，也是讲外国人伊念出来，就知影讲这是咧写台语安尼。佫来就是，咱两听者好，好无？伊是写中文，毋过是台语，是配台语。无听到声哦。无听到声。好，不要紧，咱大你鸟一个，这个人软体内底有一个什么连音乐做伙分享啥，才听得到声。是哦。我可能无晓着，因为我无甲伊迁入。佫来就是新媒体入来了后啊，咱会发现讲，可能主流因会感觉讲，台语媒体、台语新闻咧收视敢若较差，所以咱知影就是民视嘛，民视就收单，伊台语新闻就收单，所以我就无甲伊列出来。
即马若有看会到的，就是咱上顶面看到这镜电视，搁迄个台语台，搁咱的华视20的新闻，就是台语新闻，搁咱的台视的台语新闻，通常都是即几间咱会知影，会当伫网络顶观看到台语新闻的所在。搁有一个所在是我要特别感谢委员的所在，就是咱国际新闻的部分足少的，毋过自伊迄阵啊伫公司的阵，伊有设计2档国际新闻，这国际新闻是较无咧。歹势，我问者是，敢若我的网络卡卡啊，是大家拢卡卡？应该是我的卡卡。应该是英语的应该是我的，应该是我的卡卡。嘿，英语的卡卡，我想讲，咱一直卡。嘿，无英语你要订连无？对啊，伊敢规工拢是安尼。所以即马感觉有卡卡小可。有即摆嘛是要卡卡呢。嘿，我讲是哦，安尼咯啊。你要订连无？感谢这个信函介绍英语来啦英语是信函的大学生我的感想是台湾系出路有咱真济啦拄则英语嘛有咧讲伊想讲以后可能来做老师想袂到讲伊即摆嘛是变做一个媒体人啦而且佮按即个广告即方面的业务去发展我感觉这读台湾系无歹啦可能原来是即个信系老师你够带啦会当讲安尼，互你学生会当安尼四地有种各种的机会互伊去试遮少年伊就家己做创业，家己做头家真无简单。伊公司打成立啦，毋过公司真趣味哦。因为伊是猪肉人，伊是家己猪肉山嘛伊家己人，所以伊家叫做猪肉记啊嘛是有迄种家己人的迄种迄概念伫内底，猪肉啊嘿，英语你即摆网络好袂？好，安尼咱继续开讲。其实就是迄个，我甲大家绍介者，伊头有讲李千娜就是迄个做迄个广告，就是有内底有罗马字迄支广告无？迄是台塑集团王品啦，王品集团内底的一个台菜的物件。迄个物件迄个影片足精彩的哦。伊讲甲因为迄台语个写甲英语写甲真顺，所以迄支影片我看的时候，我一开始毋知影是英语去接的，我想讲，哎哟，这而且那台语那会当，无啦，伊唱台语歌唱甲足好的，平常时嘛有咧讲啦，我就是想讲，哎哟，这广告那有法度讲甲遮厉害安尼，到尾才知影讲的是英语帮因用的写的迄个词安尼写甲足精彩，大家有闲会当去看卖，等下迄个英语你若有闲啦你甲你迄个2000迄个连接放伫咱的老话内底，互大家参考安尼，嘿。迄个雅慧有一个雅慧伊分享的，毋知是倒一个。老师，我得到念迄个老师讲的迄个意大利的连干广告。对，迄个是意大利的对。2000迄个嘛足精彩哦，等下再听英语分享。感谢雅慧分享这个意大利的广告，迄期片嘛足袂歹。好，来英语你会当继续讲。但是听无你的声，哪会安尼？
足客哦，你遐足客无完全无写，画面是一格一格。安尼敢会较无？是毋是风台的关系？台湾的即个台连线较袂稳定。风台关系，因为我即两天就是开会拢是安尼。有安尼稳定啊？嘿，你啥物继续讲？安尼有较稳定嘛？吼，安尼我就免开迄个会议好啊。嘿，咱即摆看到就是咱台语新闻啊，伫网络顶管啊，咱会当看到伊事情是较固定的。即个刘金志吼，我想要来学了一个，因为伊进前有上过台语课，毋过伊讲伊台文啊，就是伊是迄个南投人，毋过伊就是斗袂起来。伊买酒就是我去实习了啊，伊就甲我问讲，奇怪，恁中教大啊，应该是老师诶，无我来看卖啊。我就甲伊讲，好啊，无我顶头甲你看你问题伫倒，所以我就甲伊诶迄个罗马字诶部分，可能教学顶悬我有小可调整一寡。罗马字教学其实会晓教罗马字诶人伊足少诶啦。咱嘛足久无去研究讲罗马字诶教法应该爱适用啥物款对象，所以咱就是用迄个金华老师迄本，基本上就是用迄本来做底来拍底。你较看你要指导诶对象是主播，还是主持人，还是演员，还是学生？来做调整啊呢，这是我家己的教法。我阁会去了解伊的迄个语言的背景来做调整。搁来就是咱看到即个台语菜单，台语菜单即个部分就是台南甲嘉义讲台语的比例较悬嘛，所以我就甲即个物件。其实我有迄阵有注意到啦，就是甲讲奇怪啥咱拢讲台语厝里拢无看一张即个台文的 menu。有的少年伊其实拢是听阿公阿嬷讲的，无伊嘛毋知影讲即个物件有台语名。像我家己细汉嘛，就是拢是食菜市大汉的，所以我就感觉讲，对咱拢讲碗粿顶悬写碗粿，因拢讲碗粿，我感觉安尼足奇怪。一直到我家己已经就是标准的台文的时阵，因拢用咱讲的火柴文用火柴文去写，所以就即个到顶悬写足侪奇怪。伊是咱台北著名的，就是其实伊是嘉义发源的啦。伊的迄个台北叫做乐宁汉堡，著名的啦。所以少年足爱的。即个头家嘛足有心的，伊叫做底裤，就是因为伊迄阵咧做乐宁汉堡的时阵伊有一个优待，就是你若穿底裤去店面，你就当拍折，也是讲你画迄个产品会当较俗。另外即两张就是台南，咱拢知影台南就是大家拢用白话字足济嘛。迄个阿东嘛足有心的，阿东就是甲迄个当地的店家有真济合作。因即个合作伊就是会做一寡迄个台文菜单，伊可能店头家伊会请阿东
家翻安尼，所以阿东的业务毋是干那替台语歌咧做正音，伊阁有做这业务，对。遮拢做少年的，就是阮遮的做台语记者，也是做相关事工的，拢做少年的。啊，阁来就是即个龙鸟集，即个 podcast 啊，其实若大家有兴趣，大家当开来甲听看卖。啊，你若有册，你通教册看。啊，伊伫册顶悬啊，伊这倒边即个就是伊册顶悬的发文。伊这伊互伊做厉害哦，伊这比我较厉害。可能我家己伤贫惰啦，啊，我业务嘛是伤杂啦，对，因为就是孙聪老师拢教业务讲，我即个人就是他人帮会无做尔，其他的业务拢做。啊，所以伊就是伊专门咧做即个调性的台文书写，啊个朗读，所以伊就伫册顶悬发遮的相关的文章。啊，咱知影册顶悬用的拢是少年仔较济嘛，大部分拢少年仔啦。啊，若伫册顶悬，阮这已经送互目送，对。啊，所以伊阵啊，敢若入去成立。心里无偌久，伊的迄个队咧跟队的迄个白将就破万啦，一礼拜甲一礼拜两礼拜就破万啦。嘿啊，以上就是我甲大家小解遮的较基本的遮的，就是新闻的想要知影安尼。好吼，咱感谢英语啦，感谢英语的分享啊咧。歹势，我网络的所在，网络的关系，确实是较客。对，有定客安尼。不过咱嘛会当知影讲啊吼，其实台语文发展到即嘛，其实台语的路啦吼，无像咱之前想的遐尔下安尼哦。就是我今仔日伫南科的台南啦吼，南科的考古馆啦吼。去演讲嘛，啊，就是迄个，伊是开放因的一般的民众来听，啊，过程当中有一个阿桑，哦，伊就举手啦，伊甲我讲吼，哦，因为伊是带孙来听的，你知影？哦，啊，伊就讲吼，因爸因母啊吼，拢无爱甲囡仔讲台语，拢讲台语啊吼，除了伫学校有咧教以外吼，其他的所在根本袂用着安尼。吼，就是讲，也有社会上也有一寡人有这种想法，但是事实上，咱台语伫即摆世界，恁头仔听英语讲话吼，你就感觉讲，台语实在是迄个面向足快啦，吼，就是你会当做的代志，还是会当接触到的代志，愈来愈侪啊咧，吼，啊，所以其实这嘛是咱未来会当思考的，就是有一个叫做。迄个罗比安科的澳洲的语言学家啦，吼，罗比安科，哦，伊讲真有名的语言学家，伊讲一句话，伊讲语言学着以后啊，若无法度伫日常生活内底，也是社会中使用，安尼啊吼，读囡仔也是学生继续学的，意愿就会降低安尼啦，吼，所以其实发展台语的产业。吼啊，这嘛是介重要哦啊，其实真欢喜啊，因为英语啊吼，伊足用心足拍拼的，哦啊嘛足有这个才情的，所以吼，伊做足侪代志啊，吼，伊即摆还咧读硕士，但是已经做足侪代志，佮已经开公司啊，就打开啦，希望大家即个支持安尼，吼啊，即个。即马我想吼，咱就先开放大家问问题啦，还是讨论啦，吼，咱难得啦，吼，即个一寡就是像英语来安尼，吼，啊，咱大家开放一寡时间，咱大家来讨论安尼，好无？毋知迄个大家有啥物问题要讨论的无？梁哥兄，请嘿。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即个这个题目吼真好，啊，因为真重要啦，吼。啊，我第一个问题是要请教大家吼，因为我咧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啊，过去吼足少出现台语啦，吼。啊，即摆连一寡，咱就知影讲伊无啥会晓讲台语的，吼，讲平时无咧讲台语的，但是伊会调工要唠一两句台语，吼，啊，而且伫迄个中间。讲迄台语嘛毋是必要的啊！哦，
我想要问讲，大家敢有即种的经验吼？啊，毋知这是甚物款的原因吼？敢有人？我想请细汉老师也是英语吼，会当用你的观察，甲大家分享一下无？好，迄个英语你敢有啥物想法？还是你讲了我，你先讲，我再补充安尼。哦，好，就是即个部分啊，其实应该爱讲为阿扁啊出来选市长，啊，结果遮人就感觉讲，安尼讲敢若较吸引着台湾人的票，因就对安尼讲。啊，所以咱会当发现讲，就是一寡选举的步数，其实因是看民进党这边做了成功，因学咧做的。虽然讲学了无讲介成，啊，甚至有时啊会有一寡反效果，因为袂晓做。因为我家己以早是无聊啦，以早是迄个地方的无聊，所以我会知影一寡操作。啊，因会安尼做啊，大部分拢会感觉讲，即个所在讲台语的是普遍。啊，甚至是讲，大家是惊人笑，较毋敢讲。啊，所以因是敢讲，我着讲出来，用即个语言甲恁博感情，安尼恁就会甲票转互我。啊，毋过基本上咱会当看到一个最明显的咧，就是台南的食凉界。啊，伫厝顶悬有一个做好耍的迄个影片，互人流出来，就是以早，就是咱的总统搁咧做台南市长的阵，啊，去互伊质询。啊，结果伊伫遐讲甲规大摊，啊，结果迄个咱的总统就讲，你即种质询吼，袂增加你的票数，是安怎？因为食两家伊可能敢若伊就是会晓讲台语嘛，啊，伊头壳内底无物件，伊就是敢若学迄个语言尔，伊无会学着咱台语的内涵，也是讲咱的思考方法，所以伊迄阵安尼讲的迄阵，就去互咱的总统安尼甲伊杀。啊，其实做诶少年仔拢会感觉讲，对呢，真好笑诶呢。啊，你讲诶就是无内容啊，你干那通讲台语尔，安尼有啥物路用？对，所以是我观察到，因最主要想要用台语来甲咱台湾人博感情啊。嘿，好，感谢英语啦吼，伊确实是有实务伫候选人遐斗相共过安尼。毋过伊即摆讲诶是较拿赢诶政治人物讲台语诶原因啦。啊，我即摆来补充一个绿营即边诶遐个媒体人啊吼，讲台语诶即个我家己诶感觉啦，我家己诶观察，因为最近我嘛有咧。嘛毋是最近啦，罢免当然我有去徛台啦，这路嘛袂要紧，我有去做工。吼啊，进前啊吼选举诶时啊吼，有一寡候选人，我嘛去帮因徛台去底讲安尼啦吼。啊，我有感觉讲啊吼。即摆你伫电视的政论节目，吼，较尤其是迄个台牌的政论节目啊，吼，较会看会着、听会着台语啦，还是一寡迄个外省人啊，吼，像迄个外省人的政论节目家，吼，咱直接莫共点名，做录音，吼，就是伊原本无，伊较即摆可能也拢无啥会晓讲台语，但是就硬要讲两句啊，对吧？吼，我感觉伫我的观察内底啊，吼，确实是有较普遍啦，吼，这2年真正有较侪。啊，我感觉有两个，我家己感觉甲因接触的迄个我感觉有两个原因啦，吼，一个就是讲啊，吼，一个可能就是讲，因为你选举的时啊，吼，可能甲绿政有关系啦，吼，就是你去徛台，你去罢免，你要去共宣传的时啊，吼，那绿军动员来的吼，大部分拢是年岁较大的。就是迄个动员来听你啊，然后就是你候选人要来，下面咧听安尼，下面一群人安尼一车载来，迄种也是讲吼，就是一礼班啊，即迄附近的里民拢来，迄就是年岁较大较济嘛。啊，年岁较大，你伫迄种场啊吼，若无讲台语，伫迄种场，我有感觉哦，讲华语甲讲台语啊，迄观众的反应是完全无共款的。因为咱若去徛迄种选举台啊，咱会问伊讲对毋对啊，好毋好啊，是毋是啊？啊，大家就但是你讲华语甲讲台语啊吼，迄确实大家的反应差足济，差足济，所以是安怎才会绿营的政论节目的遐个名嘴啦，吼，名嘴名嘴会这2年会讲较侪台语，可能是因为因开始落乡以后，就是因以前可能咧台办嘛，啊，但是即马吼，因为这几年拢会去迄个外，就是去像我中南部来办迄个说明会啦，啊，伊嘛去中南部徛台啊，啥袂敢若伫台北，所以因有接触到迄个选民啊，吼，有
感受到讲台语伫民间的活力哦，甲需求，所以因增加较增加足侪迄种讲台语的意愿啦。哦，这伫语言下内底叫做就是讲。这咱莫讲伤侪理论，但我简单的讲就是读大安尼。咱迄个罗比安卡毋是讲语言呐，伫社会上无通使用，伊使用的意愿就会降低，对无？学了以后无得使用，使用的意愿就会降低。但是颠倒头来讲，你若本地袂晓，但是你感觉即个语言真有路用，真侪使用的所在，安尼你使用的意愿就会提悬。哦，这嘛是咱今仔日请英语来要讲的一个目的啦，吼，就是讲咱就是咱咧互社会大众知影讲啊，吼，咱的台语其实使用面愈来愈宽，安尼会增加社会大众想要讲台语，还是讲囡仔想要学台语，家长想要互囡仔学台语，迄个意愿安尼啦，吼，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啊，吼，因同事平同业啦，吼，毋是同事啦，同业之间的影响有关系哦。因为你知影吼，像迄个王义川啦，吼，王义川即摆嘛足红的对吧？吼，迄个不分区立委，伊本底是阮中社的啦，吼，伊就是迄当阵就足够讲台语啊，吼，到尾对嘉良做交通局长嘛，吼，就是足够讲台语的，所以伊去做讲台语，大家拢足欢迎的嘛。大家听到伊一日敢毋讲台语，足受欢迎，所以嘛想要对嘛，吼，王义川。另外一个吼，陈碧仪啦，吼，陈柏伟啦，吼，陈碧仪台语嘛足够讲的，阮之前嘛有请伊来中教台演讲过啊。哦，伊台语嘛足够讲的嘛，所以伊嘛伫电视会讲台语嘛。人看到讲吼，陈碧仪讲台语，哦，迄个王义川讲台语，大家足欢迎，所以嘛会想讲，是毋是讲台语是伊受欢迎的原因，所以嘛会想要唠台语。所以这对台语的推广，就是有一种公权的效应安尼啦。吼，所以我想这两个原因是令赢的名喙愈来愈接讲台语的迄个原因啦，当然规个社会氛围、本土意识有提悬，嘛是原因啦。毋过啊吼，就像头拄英语讲的无毋对啦吼。你若准讲啊吼，第一就是讲，你若是准讲，你干那是讲台语，但是讲出来拢无内容，安尼人其实嘛是袂信你啦，吼，袂甲你信到安尼，就是嘛是爱有内容啦，台语以外爱有内容啦，吼。第一，第二就是你嘛爱看。你诉求的群众是啥啦？若是准讲吼，你甲侵来讲台语啊吼，伊其实无一定会增加你的票啊，因为有的人吼听到台语就倒大，所以嘛是爱看你的对象，甲你的受众是啥物人安尼吼，受众是啥物人，所以像就是讲，当然啦，这嘛是另外一个思考啦，是台语使用比例的问题啦，哦，因为像我今仔日人科馆下晡的场，就较侪囡仔来。较侪囡仔来吼，我用台语讲较足欢喜的时啊吼，因为我发现台下的囡仔有真侪就开始迄个眼神的空气，就是伊听无嘛吼，所以吼，我迄当阵我就变成讲，我可能就讲较困难的事的是，我用华语后壁讲吼，就是啥物物件安尼吼，结果发现讲，囡仔注意力就去转来，所以有时咱使用台语吼的比例嘛爱看迄个对象安尼，这是我的想法安尼，毋知影。各位朋友有啥物要个有关这个议题，有啥物想要个发言、个讨论、个补充的无？好，大家咧想的时阵吼，我过来回应一下啦哈。我是感觉讲吼，台语吼，抑阁是台湾人大多数的感情语言啦，哈。毋过工作语言吼，则是互即个华语代替去啊，吼！当然，伫一寡工作场合，英语特别英文，英文抑阁是咱的工作语言啦，所以是若要用感情来去诉求的时阵，爱用台语，甚至用台文，迄个诉求效果诚好。我讲一个例啦，就顶几工我有一个客家朋友伊要安排即个时代力量即个王婉瑜主席即个场啦，讲敢会当来阮厝啦其实我即摆做无闲所以我的印象是想讲因即种人，即种伫台北的即个人，新竹的人可能袂晓讲台语来嘛是会讲华语毋过人咧拜托啊。我就讲好啊，不要紧啦。我即个朋友是客家的啦，
所以就来吼。其实我对王婉妮无啥了解，毋过吼，伊来迄天伊就是先讲，伊讲伊台语拢听有，伊客语嘛拢听有，毋过伊较习惯用华语去讲一寡较正式的这物件吼。所以伊嘛是大部分用华语讲，唱几寡台语啦吼。离要来进前吼，我嘛有邀请要来咱这个论坛讲啦吼。伊讲伊秘书长无问题，伊秘书长会当来。其实吼，王婉妮的台语讲啊足好个啊，伊的介绍伊无腔口，伊算讲啊袂歹。毋过伊习惯用这个华语来咧思考这个政策这个问题。我是还没沟通啦，来鼓励讲，其实是咱若假使我若是伊啦，伫这小党，因为一般人对这新小党啊，这少年人因袂晓，因就是差不多含咱小可有距离啦，若要讲内政，讲一寡政策，感谢咱的同意，感觉真好，毋过若有关主权的这个方面。伊就免讲伤济，伊用台语来去讲。我想伊迄个票应该是会增加啦。这是我的观察吼。我先说讲就是讲，我听王婉妮讲了吼，我本地是对时代力量无啥物印象。毋过听伊讲了，伊这个人思考足清楚，4、5个人一直甲伊翕，还是讲一直甲伊问问题吼。拢故事人问到尾一条一条，拢回答得足清楚，真轻听人讲话吼，所以是我对因这个小党吼，小可有一寡期待啦吼，个有闹咧思考讲，这一寡小党要哪结合吼，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咱后礼拜吼，伊说讲过一个吼，后礼拜时代力量会来讲来讲一个因的题目吼，我呼伊的大方向是讲，迄个时代力量安怎看台湾当前的政局吼，甲主张安尼啦吼。毋过我鼓励因讲，因家己去定一个节目，所以咱后礼拜期待啦吼。伊可能会讲大罢免去迄个主题也无定，第二拄好过一礼拜就是变做大罢免啦嘛吼。所以咱来听讲因这少年人吼，这尤其是台北区的。较北部区的这个少年人吼，因会对台语的看法是啥物款吼？咱会当来听，哩有这个面对话的时阵吼，嘛加减来鼓励一下，嘛表示咱的想法安尼啦吼。是感谢杨光兄啦，我遮分享一个物件安尼啦吼，等下吼，我看卖吼。敢是这个是不是？等我一下，OK， 我知影。好，我分享一个这个画面。我电脑来开，所歹势哦吼。对，遮。歹势，拄仔梁光兄咧讲着讲吼，台湾人啦吼，台湾人伫即个工作情感啦，伫语言方，就是母语也是情感的主要的来源，但是伫工作的方面啦吼，就变成去互华语占去啊。我感觉吼，这确实是安尼啦吼，就是若要博感情，所以你看吼，迄主题歌啦，我之前有讲过，几年前啦，迄当阵日头花灯旺的时啊吼，我有讲过讨论过一个趣味的深色的主题，就是迄个太阳花迄阵人啦吼，太阳花迄阵人，伊明明是少年囡仔较济，有的台语嘛讲了哩啦，是安怎因的主题歌是要选台语歌，对话袂火气的迄个倒数天光，搁较进前迄个洪仲秋啊吼，伊迄当阵去抗议迄个洪仲秋事件，毋知大家还会记得无吼？就是讲军中的迄个黑暗的情形啦吼。迄阵人嘛是拢少年囡仔，但是吼，
因嘛是选择台语歌，就是做伊的主题歌安尼啦吼，就是改编迄个悲惨世界有啊吼。你敢有听着阮唱歌？哦，就是迄条歌哦啊。就是台湾历代的这个社会运动啊，拢爱选台语歌做主题歌啦。哦，我想这就是甲感情的因素有关系，较会当打动人啦，吼，打动人。但是伫工作上啊，吼，咱看这个调查，迄是几年前啊，阮帮文化部做的7万份的调查，有效问卷7万份，所以去做10几万份。哦，伊讲啊，吼，你伫工作的时啊，吼，还是伫学校的时，主要用什么语言啊？这因为先我爱问工作甲学校，因为有的囡仔要读册嘛，因为阮咧访问是全年龄的啦，吼啊，所以就是有包括咧读册的囡仔，哦啊，所以你看吼，伊讲用华语的啦，吼，占73%啦，72.6，就是差不多73%，有73%的人伫做工课的时啊，吼，主要还是用华语啦，啊，用台语啊，吼，主要的吼就是2成啦，啊，伊内底可能包括台语老师啦、台语文的工作者啦、唱歌戏的啦，哦，还是演台语戏的啦，吼，种种2成啦。哦，啊，其他的语言伫工作上啊，吼，其实无啥咧用。你看，就拢无真正无啥咧用啊。外语的吼，包括新住民语也是英语的，才1%尔啦，1%。哦，所以台湾人上主要伫工作上嘛是要72%，感觉是华语安尼。哦，所以咱要安怎甲这2成变成3成？我想这嘛是咱会当思考的问题啦，吼，会当思考的问题安尼，吼，这是第一个信息，吼，大家参考安尼啦，吼，互大家参考安尼，吼。啊，其实这个咱定定讲啦，吼，因过啦，咱定定讲台语的时，就是讲，就是讲啊，这台语是咱的母语啦，吼，咱的感情啦，吼。但是这个用感情诉求要去请人来学台语这件代志啊，吼，确实有伊的效果，但是伊的拓展袂出去，就是伊会伫港温站安尼，吼，啊。拓展袂出去啊吼，所以但是有实际的路用功能，就是工作上有咧用，安尼你传出去的迄个效果会更较好安尼啦吼。哦啊，另外一点啊吼，袂记得要讲啥，我看吼，无咱先开放大家来讨论啦吼，来继续讨论这个议题。我等下想起来，我敢若要有一项代志要甲大家分享，但是即我想袂记哩安尼。吼，咱继续讨论好啊，嘿。恁感觉，毋知恁感觉讲啊吼，政党啦，吼，因的语言使用会影响伊的支持者无？毋知大家有感觉安怎？因依就你的观察，你会感觉政党的使用的语言，就是因遐个指标性的人物会影响伊的支持者无？还是颠倒是支持者影响主要的迄？等你讲 A 嘛，吼，等你有麦克无？还是你无麦克？你要讲一个话无？老师，嘿，来，哦，等你嘛是咱厉害的少年囡仔，嘿，感谢老师参加啦。嘿。我老师讲迄个，其实就一般的民众的角度，就是无论政党来讲，有当时会感觉就是有需要的时阵，政治人物会选择性使用因咧使用的语言。当然，亲像做些活动啊，或者是讲有需要，比如讲去菜市啊。扫街邮支市即种诶，都较早会当看到台语。也若是转去到无共款诶场合，伊就无一定会使用即个语言。所以这是我认为会影响诶啦。当然，比如讲去较侪讲台语诶所在，因会讲台语。嘛有看过，比如讲去客家庄的所在，因会讲客家，嘛是有即种诶。所以我认为这是对民众来讲，这是一种亲切的感觉。若对使用的人来讲，这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所以我认为这是会互相影响的。对嘛？
这其实我的想法嘛是甲当年是共款的安尼吼，迄个当年啊吼，当年伊嘛是迄个媒体的从业人员啦吼，有做新闻啦，佮有唱歌啦吼，做真侪代志安尼啦，所以其实对这物件嘛足了解安尼吼。但是我是讲，徛伫迄个咱台语推萨的立场来讲啦，咱先莫讲迄个政治效应，讲一个政治人物，伊会选择使用什么语言啦？吼，什么语言来讲，可能吼真上重要就是伊伫什么场合嘛，吼，伊的对象是什么人嘛？像我伊若对老伙仔，伊可能就较愿意讲台语，吼，伫赛市像头拄当年讲的，伫赛市内底咧扫街时，吼，也是伫迄个聚会时，可能较常讲就要讲台语。但是伊若是对政策论述的时，像头拄梁光遐嘛有讲，迄个王婉如啊，吼，伊嘛是伊政策思考的时，伊嘛是可能爱讲华语安尼，吼，就是讲迄是。场合，但是佫有其实我即摆要甲大家讨论，我想起来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其实佫有一个影响的原因是，就是伊个人的台语能力啦，吼，伊个人的台语能力，就是讲你到底迄个人到底会讲台语袂讲台语，啊讲甲偌好，但是即个部分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讲啊吼，咱爱鼓励遐个无啥会晓讲台语的人啊吼。开嘴讲台语，就是甲伊讲啊吼，你莫甲伊讲吼，你莫甲伊吓讲，毋是莫甲伊吓，就莫甲伊讲吼，你着全台语来讲看卖啊！我感觉你会使，因为伊着感觉伊袂使，咱先互伊开嘴，开嘴的时啊吼，你若讲袂要紧，咱着一半一半，你会晓讲的所在，你用台语讲；袂晓讲的所在，就用华语讲嘛，袂要紧。咱即马吼，因为我发现规个台湾整体尤其是少年人的语言能力降低以后啊吼，伊着毋敢开嘴啊。毋敢开嘴哈，这就亲像啥物件咧 ？Nike 有一支广告哈，我印象足深诶，伊是伫香港诶广告啦，喺啲网络找着，我若找着这个连接打开。伊迄个 Nike 迄支广告啊吼，就是一个定咧走，有咧走啦吼，走迄个马拉松诶人啦吼，伊就伫遐咧讲话。伊诶结论是啥？啥物人讲爱走甲足紧诶，才会当走。啥物人讲，我毋捌听人讲啊吼。我毋捌听讲，一定爱走了足紧诶，走了足远诶，才会当开始走。但是因 Nike 嘛是发现讲，有诶人毋敢去运动，是因为你对因诶要求伤悬。你讲你走无2年就喘啦，就甲笑，对吧？吼，走无2年就喘来甲笑，甲笑啊吼，伊就袂走啊。你讲我开始要运动，我体力无好，所以我要开始。结果我走2年，我走袂去啊，我就去用笑啊。就甲讲台语共款啊，对无？我就是无啥会晓讲，所以我就干来当用一半台语一半华语。结果我一半台语一半华语，我就去用笑啊，去用纠正啊，讲我发音无好，讲我汉字用了毋对，讲我罗马字安怎，就是伊就无信心嘛。所以咱即马，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可能爱鼓励遐个无啥会晓台语的，开始用台语。要互伊开始用，就是咱莫一直甲纠正。咱就甲鼓励讲，无要紧啊，你会当讲几句啊，你就讲几句啊吼。只要逐工比昨较进步就好啊。就是运动嘛是共款啊。你只要今仔日比昨加走100公尺就好啊。安尼你逐工安尼就进步对无？你今仔日会当讲2成的台语，你就2成变成华语啊。明仔载变2成半的台语就是后一届佫来变2成半的台语，佫来变3成、4成、5成，安尼啊吼，咱才会当甲台语的迄个拓展出去安尼，无啊吼，大家讲到台语，袂着拢足大诶，你知影？我昨去迄个海洋台语文学营演讲诶时，因迄个甲因上课诶时，迄个海洋台语文学营就是蔡金安老师嘛，吼，台湾诶朋友拢知影嘛，吼，迄个是金安出版社真平啊，吼，足侪足资深，内底有一个咧做台语教科书出版的哦，出版社嘛是有一个人，就是伊去在外时，伊甲我开讲的时，伊嘛是讲啊吼，伊一开始压力有够大的啦，因为伊讲台语啊吼，因为因拢要帮台语老师办遐个活动，你知影？所以迄个台语老师拢会甲伊纠正，伊每讲一句话，就去互迄个台语老师定，讲你这落音无落，这合喙音无合，入声讲啊无标准，你做台语业务的吼，爱安尼吼，安怎？伊就感觉伊压力足大，伊差一点仔放弃，你知影？加在伊是因为工课有需要，所以伊才硬去紧甲硬摕过来。当然即马台语进步足济啊，但是那毋是工课有需要咧，伊早就放弃讲台语啊。伊讲我讲华语就袂去用纠正啦，所以这嘛是一个咱对迄个啥，咱对遐个
要接触台语，要甲伊成过来的即个一个策略安尼。政治人物嘛是共款哦，阮定定吼嘛是甲因讲，无紧啊，你会当讲几句就讲几句啦，吼啊！你莫讲你袂无啥会晓讲，你就要转华语啦，吼！你讲2声嘛袂要紧啊，3声嘛，大家甲你拍破啊呢。啊，我感觉即个策略效果真好，而且甲大家分享啊咧。好毋知各位敢有啥物其他想要讨论的议题无？今仔有几条位少年囡仔拢伫遮吼，就是像英语啦，像丹尼啊，因拢是优秀的少年辈安尼吼，优秀的少年辈。啊，因的想法甲咱算讲较老辈的想法，佫无完全相像，但是目标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策略会无啥相像。所以趁这个机会，大家当小交流一下安尼，我感觉嘛是真难得的一个机会啦。嘿，来丹尼请。歹势，我回应老师拄则讲的迄个鼓励大家都讲台语的代志，就是台语台的记者若是出去采访啊，我之前嘛有一段时间出去采访，若是拄着受访者啊，阮拢会问伊讲，你敢有法度讲台语？啊，一般来讲，真自然讲好啊，这就诶，就是拢会顿定者，无讲我安怎啊？这个时阵，阮拢会尽量甲因鼓励讲，你有法度讲偌济就讲偌济啊！你要谈华语讲嘛，拢无要紧，只要伊愿意讲就好。所以有当时啊，大家看台语台新闻，若是发现迄个受访者哪像台语、华语人咧讲甲哩哩啦啦，其实拢无要紧，就是因为阮采访转来了，阮我甲伊讲的话拍做字幕，所以就算有当时啊人咧讲嘛，是尽量鼓励因讲安尼。嘿，这是回应拄则老师讲的迄，我想着，阮拢会鼓励采访者，受访者尽量讲安尼。对，多谢。真赞！哦，台语台我感觉吼，这几年慢慢啊，愈来愈厉害啊，呢吼，愈来愈，而且包容性嘛，愈来愈宽啦，哦，包容性愈来愈宽。因为咱台湾袂晓讲台语的人啊，吼，可能会要有4成啦，就是完全袂晓讲的，吼，可能要有4成。但是咱若是干那针对。就是讲，咱若干那访问，干那会当访问遐个足够讲台语的，安尼其实咱访问的对象啊，就足受限制，对吧？吼，咱嘛无法度甲咱的市场扩展去另外遮的人安尼，所以咱就透过这种鼓励大家各尽量讲但是无一定爱用别人讲，你一定爱讲到偌济比例，安尼透过这个方法，当吸引原本毋是台语的人，会当加入来做安尼，吼，加入来做。其实我最近有做一个就是迄个台志远，吼，台志远的节目啊，就是迄个来去恁兜洗婚书，迄个节目的台语指导啦，吼。伊迄个节目收视率足好诶哦，嘛是台语台节目，你若咱伫 YouTube 看到专辑，一集1点钟到45分钟，因为扣掉广告，那加广告就是2点钟诶节目，全部拢会当伫迄个 YouTube 看会到，吼，来去恁兜洗婚书，吼。但是因嘛吼，就是因嘛是去访问诶人，就像头拄丹尼讲诶干咧，因去访问诶，无一定是会晓讲台语哦，迄店家有当时吼，就是3句。内底敢若1句台语2句华语的，因嘛是去甲访问，节目加起来吼，到时就有效果字啦。阮就用效果字伫遐，就是伊讲啥物华语啊吼，咱到尾就边拍迄个汉字，台语的汉字面顶下面是罗马字，就是用迄个效果字来增加台语的比例安尼吼。去访问会当一寡台语华语，敢若会当男咧讲无法度全台语的。安尼，像丹尼有分享诶，效果足好诶，所以伊变成迄个节目啊吼，当然台资源家己嘛有关系啦，所以迄个节目是，听讲是台语台开台到当旅游性诶节目，我讲诶是旅游性诶节目，收视率上好诶安尼，我嘛真意外，台资源竟然会晓讲台语，因为我以前看伊，我就是伊外省人啊，然后讲华语，结果想要讲台语讲了足好诶，伊讲伊是婚林人，婚林迄个毋知口话数我袂记得迄边诶人，台语讲啊足好诶。所以这嘛是分享互大家，对，就是来去恁兜洗婚书安尼，嘛是分享互大家知影。这是旅游节目，头拄丹尼讲的是新闻性的节目安尼，所以这嘛是台语台最近策略有转变安尼。英语你敢有要补充啥？我感觉就是老师讲的这个，我其实伫指导现场有拄过，因为我
拄了迄栋的指导是，伊的台语比例其实规出去内底可能加20%，啊，毋过这个导演是我真正的配合过的，啊，伊迄阵啊拄到配合的阵，其实伊无啥敢讲台语，啊，伊想讲伊家己台语程度足无好诶，啊，毋过因丈人会晓讲，啊，伊敢若伫录音室的阵，迄阵啊凊头大家拄熟识无熟嘛，伊可能想讲，台语老师来拢会安尼纠正，啊，啥物话就要纠正，结果伊发现我拢坐伫遐无咧甲纠正，啊，到尾啊我就甲伊讲，我若毋是要听现的，我无需要甲你纠正啊。啊，伊伫到第二档的阵，因内底的副导演，因副导演就会讲，对呢，啊那即个台语老师甲其他台语老师拢无共款，你若莫讲伊会晓讲台语，伊可能嘛看袂出我会晓讲台语。啊，结果因就讲，毋过就是我伫片场，我袂互因有迄种讲台语的压力，啊，所以因就愈来愈愿意讲台语。就比如讲，可能我头一档去，敢若几个人愿意讲，甚至有的演员就是上课上了，伊就紧落跑迄种的。啊，毋过若开始拍了，因其实拢袂，就是变做食饭的阵，就是逐个做伙讲台语安尼啊。因为互相影响即个物件，我感觉对因来讲可能会较惯势啦，因为逐个伫现场，逐个拢讲华语嘛。毋过我有发现，就是一组剧组内底，你的意识可能就是爱有人愿意讲台语，即个剧组较法度互相影响。因为我顶一组就毋是安尼，因非常的坚持爱华语，所以迄内的演员就算讲已经上课啊，啊去了伊嘛是做错的，因就会到感觉讲我就是迄已经到收音的迄个收音师拢甲因讲，恁接的是台语台的 case， 恁就是爱基本上恁就是爱讲台语，恁莫伫遐倒撇。因已经是即种反应啊，伊嘛是感觉讲我就是得过就好啊，所以这几出就是效果会真歹。啊，我毋知影，就是大家咧看的阵有发现无啦？因为伊个会想讲某某档较无好，某某档较无好安怎？结果我先来想讲，毋对啊，恁要比应该比好的是安怎？恁摕上歹的出来咧比，因为上歹咱看袂到伊的制定啊。我就甲伊讲你看双份去日本卖啊，阮敢有遮落错？阮的语言老师就是日语有一个，迄个华语的，因为华语的伊有做侪口音的，所以伊变成华语的口音，伊嘛有一个专门咧管即种华语口音的。佫有台语的，佫有客语的，所以你讲这剧组若台语要好，还是无要好，这其实完全拢是看剧组的意愿啦。那我家己的经验是安尼啦。佫我伫工课场顶悬拄着嘛是，就是足侪人拢想讲奇怪，你是画图的，恁画图的，敢足侪人咧讲台语，结果我就甲伊讲，印刷的师傅，你一定爱台语，无你就是会向错，真正会向错，因为足侪设计师是多样送去，咧送印刷啦去互师傅错的，因为伊听无，因两个沟通有问题，所以就变做足侪印刷的师傅会讲，恁遮画图的人拢毋知咧创啥。恁明明就是爱甲印刷的人沟通了，恁较有法度甲物件写出来，恁是安怎拢无爱学台语？即马设计师即边的就讲，毋是啊，因为阮学的物件伫学校学的，基本上拢是华语咧教课嘛，所以因就无法度去用台语来甲因做交流啊。即个问题就是会转来咱进前做迄个高级手册的问题，对。高级手册伊其实真下用啦，伊真下用啦。所以真侪人会讲恁一早的生活敢是安尼？我讲对啊，你也搁去工科，搁愈明显。工科阮迄阵读的时代是机械科的老师，你只要行过教室，电子、机械、电机、汽车，这拢台语的。你若要听华语，歹势，请你去隔壁家乡。对，因阮就是工业学校，就是一定是安尼啊。华语占较悬的比例有啦，化工较悬啦，因为到迄是时代背景的关系。毋过阮的上课老师就是干那迄个名词会讲华语，其他就是要讲互你知的部分，伊全部拢用台语讲，因为伊讲我华语嘛无法标准，所以伊就直接用台语甲你讲安尼。这是我家己感觉台语要行上生活化，是一定爱做遮个咩讲，遮个手路的，就是有策略的啦。因为我有拄过。进前有人甲我问过是安怎，
我交往的对象拢是讲台语，结果我就甲伊讲，因为我无法度解华语啊，所以伊若是迄个迄伊就是一定要学台语啊，对，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就是有。你讲目的嘛好，啊，你讲无异性嘛好，我感觉这是一个关系啦，嘿，这就是我家己的经验安尼。哦，感谢英语的分享啦吼，你看英语的背景嘛，真精彩对无？是不是安尼？所以就是这就是讲吼，咱互伊有真正的实际的内容哦，大家就想要学嘛，啊，所以推动台语啦，哦，需要策略。哦，就是咱大家拢最想要推动的，哦啊，需要一寡策略安尼，吼，大家感觉这个台语是趣味的，是有内容的，是赞的，哦安尼，哦连接去正面的，这就是所谓的品牌形象啦，哦品牌形象。我定下讲啊，吼，若准台语是一个品牌，社会大众对台语这个品牌，伊的印象是啥？哦，对吧？咱若想到义美，就想到健康，哦，对吧？迄个食品是健康的，哦，啊，咱若想到味全，就想到加油，就准讲义美有一寡物件嘛是有过期摕来卖啊，嘛有出过问题啊，吼啊，味全敢就无好的物件嘛有嘛，吼，但是迄个就是品牌形象安尼，所以咱要甲台语的品牌形象打造做什么款的品牌形象？啊，咱要用什么款的策略来推动这个台语这个品牌安尼吼？我想这嘛是大家会当思考的问题安尼吼。系啊，迄个战先兄，毋知恁伫海外有啥物对这头拄咱讨论这方面有啥物想法无？因为吼，我看你迄个你讲过我来听，迄嘛是大家拢学落的一个 podcast 啊，啊，今仔拄好嘛讲到媒体嘛吼，啊，恁迄你讲过迄个嘛拢足赞的，我嘛定定小概你的这个物件吼，互人听咧。多谢老师吼，我的学生吼啊，本来拢是阿公阿嬷甲因教，啊，甲三啊，就拢无讲啊，30几岁诶时才开始要甲台语捡转来安尼吼。啊，经过苦练吼，啊，都有法度去台顶演讲安尼。啊，咱若讲吼，迄个甲人比拼吼，甲英文诶演讲者，甲华语诶演讲者比拼诶时阵，咱就是爱家己训练啦，才有法度甲人比拼，才袂输人袂闹气啊！所以听讲读写以外，还佫一个就是演讲啊。啊，因西方哦，对这个演讲的训练哦，自细汉就开始啊。所以你若讲叫伊去台顶讲一话哦，大家拢无啥问题啊。但是咱台湾人较必须啊，就是啊讲要去台顶，也是莫去举着身啊，就导航啊。真侪人拢台语伫大家足好讲的啊。啊，叫伊去甲台顶的时哦，都会话去啊！啊，无才调甲伊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我想讲哦，伫这个台文所这个教育方面啊，除了听讲读写训练以外，还佫有个演讲啊，还佫演讲的训练啊。因为甲上尾啊决赛的时，就是你甲你的心内的话。甲你的意思、甲你的意识的物件表达出来吼，啊，迄有程度差别啦吼。啊，这伫学校的时代嘛爱训练啊咧。如果讲有一个少年家20几岁啊，啊有法度讲足好的台语安尼吼，会使讲甲真水气的意思表达出来，这个嘛有一个示范的作用，嘛有法度带动群众吼，伫大家听的人。感觉讲哇，听到这款话啊，这款演讲，心肝啊一阵烧热欢喜吼，感觉这语言有够好啊，我足想要去学啊咧。这嘛是一种带动咱台语吼，较提升啦吼，啊较普遍化的一个做法啦咧。以上啊。哦，真诶吼，我嘛感觉像赞成老师讲诶，足有道理诶安尼。哦，就是你迄可能有真侪人去举着麦克啊吼，都袂晓讲话啊，对吧？迄嘛毋是干那台语啦，华语可能嘛袂晓讲安尼。所以真诶，你若去念录影过，你就知影，迄毋是迄平常时啊吼，足够讲，足够提供甲足精彩。其实啊，去甲迄个去甲
面对镜头的时怎无法度，无法度。迄导览人员啊，变做是导览啊吼，迄带20-30个人，迄拢无问题来讲甲喙甲全破的。结果去录影啊，吼要录一个导览的影片的时，伫遐滴滴嘟嘟录一个播录袂好，足侪啦。迄有人这是心理因素啦。哦，啊，像阮最近咧训练迄个认证考试啦，嘛有讲去外口去讲一两场，迄县市政府办的迄个认证考试的加强班。哦，啊，我就讲啊吼，认证考试扣分啊吼，讲的部分啦，听讲讲的部分其实有2种的扣分。哦，一种就是你台语无好啦，哦，你讲甲哩哩啦啦有啊吼，就是咱头讲录音无录，合喙音无合，入声无入，啊变调无变吼，啊该轻声无轻声吼，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啊吼。另外一种是，因为伊有一个地形是咧讲2分钟，请问你有介意食较饱的餐厅无？吼，是安怎？好啊，你讲2分钟，2分钟哦，啊，真侪人，大部分的人吼，拢讲1分钟左右就无话啊。伊就唔知要去讲啥，伊无法度表达啊，头壳空空啊，空空要安怎？就甲迄头前1分钟讲过的物件，佮摕来溜，佮摕来溜啊吼，迄分数就低啊，因为你就无内容嘛，你就一直咧重复你头拄讲过的物件，所以要安怎训练咱的头壳的表达能力，要安怎训练咱甲咱的想法，拢会当表达出来，上无一个议题当讲2-3分钟啊安尼吼，这我感觉这嘛是像头拄赞成老师讲的，这确实是最重要的训练啦。啊，我想这嘛毋是台文所啦，所有的学生其实应该拢爱做这种表达的训练啊呢，吼，感谢赞成老师。好，啊，唔知影其他的咱在座的朋友有个想要有讨论什么议题，还是有什么想法的，当来要互大家做伙来参考的无？有无？我想要请教英医啦，哈。你新设这间公司叫侏罗这个科技公司哈，侏罗纪，侏罗纪广告公司，你的定位是虾米款？你商业你的客户哈，客户群到底是虾米款的咧？我的客户群就是目前看起来是一个较大众啦，因为大家人对台文书写较无遐尼啊熟悉。所以我接到的通常拢是也较侪，过来就是台语指导的部分。台语指导的部分有2个部分，一个就是文案迄个写，因为台语人因其实对写这方面，因会感觉讲啊，我无书面语的观念，我敢若有口说语的观念，所以写出来的文案会感觉足奇怪。啊，你嘛毋知影讲。你写这文案啊，你要写互啥？因对这个物件是无概念的，所以我希望讲未来的英文方式，就是大部分是甲因讲哦，恁既然即马已经有商业的模式啊，恁敢会当换一个思考讲啊，咱为台语文出发，啊来做这个产品的行销，搁一寡活动的推送。所以我是较希望讲，这间公司未来服务的对象是。台语人，搁台文人，啊，搁一寡就是可能伊是外国的迄个文学作品，也是讲外国的一寡册，啊，因会当来翻做台语文，互大家使用安尼。因为即马市面上其实足欠迄个国中生也是高中生因的图文，啊，阮有一阵少年较少年的编辑嘛咧讨论讲，是毋是咱会当做一本啊？会当像人迄日本人因做迄种模考的杂志，因为咱知影李光耀因有做迄种，就是一支迄种杂志，毋过伊的迄个工商的部分较少，所以阮希望讲会当找一寡像台语的有线店家啊，还是讲因一寡产品啊，因想要来做台语版的，因为即马有真侪少年囡仔，若是讲有伫台语台出现过的，像水夫。因就是会去争取即个使用台语的部分，因为伊家己会使就是带一寡产品入来做推销、做推广。伊基本上就是因为伊是公众人物，所以有即个权力嘛。啊，所以就会互大家知影讲，哦，咱可能台语人的形象，毋是因一早刻板就讲啊，伫菜市啊。较会拄着，也是像我拄仔讲的，我敢若会晓看迄18当人，对，也是讲敢若卖药啊，即种较就是
较顶一end的想法啦。因为即马足侪台语人其实想讲，我要去外口买物件、看电影，也是哩哩扣扣的，拢会使用台语来做，甚至是大卖场。大卖场因即马有塞一个文案，其实有足侪人去试的。伊就是因为台语文也都少的啊，所以就是有一寡台语人，伊就是家己书写，伊就想讲啊，我做一个活动迄个客话啊，甲塞伊，看嘛因会用无，若会用啊，就像即届金曲奖即个效应安尼，对。迄个继续问一下哈。好。有关即个你讲迄个出版即个外文哈，翻做台文这代志，你敢有熟悉迄个台东一位即个高中英文老师叫做洪宗伟？我有听过即个老师。嘿，伊最近就用 AI 就去做教案，嘿。迄足厉害的呢。伊即摆除了做教案了伊会当去教你第几级的物件，去甲你分讲，比如较困难的、较简单的安尼主要伊即摆用迄个 AI 咧翻不止啊准，而且伊佫会当佫甲遮爱用的遮 vocabulary 遮词，拢佫甲伊分出来这是毋是讲以后若讲即个 AI 开始会当翻台语是毋是就讲安尼翻译人员就无效啊？我想毋是安尼啊，因为即摆一般人，你虽然即摆迄个 AI 翻出来差不多9000几个镜头白话语你得用英文甲伊翻做台语我你若试即摆迄个美国 New York Times 的新闻甲翻做台语。正确率包括迄个声调，啥物物件都去算正确率总差不多是，我想介少90%以上。若讲较保守的是90%以上，其实是拢差不多90%以上啦所以若是讲会当，毋过一般人伊还佫无法度通去讲这到底有正确无？所以还佫是有需要像你即种的翻译的服务，较知影讲若讲要较正式要去出版的是啥物物件，原来是爱佫有校对啦这是我的补充若讲有要爱学习迄个 AI 要来用台语文甚至讲要安怎踮即个YouTube 即摆足厉害像咱即摆咱咧讲的这话对无你甲伊踮 YouTube 内面你甲伊选择迄个也有一个闽南 Chinese 台湾选择种类。伊就自动甲你写台文出来正确率差不多70%剩下30%还佫去用所以是即摆就是讲，即摆台语其实伫即个本来有加减对科技咧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嘛还佫足紧啦所以若要知影这撇步你走去 Facebook 有一个讲 AI KANG。来 AI 你去遐个传也工作室要来使用 AI 做台文的撇步，毋尔干那讲翻译譬如讲要做教案啦是要生影片啦还是讲要生图啦拢以后拢有咧共教呢对，因为即马就是台语人，我有发现台语人较对 AI 即个部分较无法度掌握。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其他的，就是即马营销公司知影我要做台文嘛，有足侪人会有兴趣会来问。其实即马上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咱开场进前，信老师有讲一个问题，就是授权的问题，对，因为咱拢知影讲，因为迄个 Facebook 因进前有塞一个台语的翻译，迄个伊进前计划拄开始的阵，我有参与着。即个一步一步来的迄个步骤啦，阮感觉就是，其实伫台语顶悬咧处理比其他语言是复杂足侪，所以应该讲技术顶悬，伊爱克服的是遮个物件嘛，伊佫爱克服的，伊佫爱另外克服的其实是语料伤少的问题，因为
有真侪台语人伊可能有写，有真侪台语文人伊可能有写，不过伊就是无愿意甲伊物件弹出来授权。所以伫授权的部分，其实是即马出版上大的阻碍，因为授权金若是咱一旦若是即个版权无公版权，授权金是一个足重，对即马台语文发展是一个足重的负担，对。啊，若是因为我有听进前迄个合作过的行销公司咧讲，伊讲基本上若是无迄个公版权，像阮有上着一个，搁爱过10档口公版权的迄个翻译文学。啊，你若讲若是无即个公版权，对阮来讲，可能你伫咧做即个授权的时阵，你着爱开一大条钱出去。啊，你即条钱开了，你后壁的迄落迄就已经是可能剩无几钱当做出版。对，这是一个即马上较大的问题。啊，所以伫做杂志的部分，其实阮有咧考虑即个问题，因为你若是讲要工商，还是安怎？若是无人自愿讲，我就是因为看你即个杂志，还是讲你即个刊物有行销，还是传播的作用，因其实袂甲钱落入来投资，这是一个较费气的所在。所以我开即间公司的主要目的，其实是有想要做一个物件叫做产业甲学习这边的对接，互一寡人就是会当伫学习管道内底，会当去从事相关的事业。因为咱知影华语，敢若是你看到即马社群遮尔啊发展，敢若是自然形成的，其实毋是，是因为有一个底底叫做国民教育，所以伊有法度摕即个物件来生存。啊，毋过咱拄啊开场的时阵，就讨论过足侪技术的问题。啊，即个技术的问题其实是我其实就是长期拢咧做师培的资源，所以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咱的重点啊，其实爱放伫咧伊有台语能力，毋过伊无愿意讲即种人的身躯顶，因为这要做意识培育的成本会足大，对，这是我家己的感觉。是，来，安尼时间有限哦，就是咱即摆已经台湾的时间是11:40啊，咱这个是剩一丝仔时间尔，毋知各位有啥物想要佮讨论的无？还是要互相等一个议题出来，大家互相相讲的，有无？台语台收视率甲其他电视台比较起来安怎？这单年你敢知？你问收视率咯？嘿，但你大家有加入迄个，敢已经加入收视率啦？已经加入的嘛？尼尔森迄个应该是有加入的吧？若是以台语台内底节目来讲，要是综艺性的节目收视率会较好。亲像专家有智慧啊，是讲无伤济肉事，这是目前台语台收视率算不了头前看的节目。安尼，若像较议题性的，或者是讲新闻，要是有也毋过，可能甲综艺节目都无法度安尼相比拼。还佫有另外一个方面是，有部分的民众会认为讲，台语新闻，若台语能力无较遐，其实要真紧就有法度理解新闻所有内容是有较困难淡薄啊，所以有的人会选择为综艺节目或者是其他较软性的节目去互台语进步安尼。是感谢丹尼的分享，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啦，目前的状况安尼，就是希望因为好的节目。所以，互愈来愈侪人想要来看台语，安尼会当吸引愈来愈侪人。因为咱即个袂记得倒一礼拜前几日，我有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讲台湾啊，即马有咧讲有台语意识，佮有咧讲台语的2城。
啊有两成是连台语意识拢无诶，就是讲哦，因就是感觉台语死去嘛不要紧。哦啊，这两成是咱卖插伊诶，即马插伊嘛无效，甲伊伫遐辩论啊吼，讲几波讲几波啊，其实浪费咱家己诶时间，因为因未变啦，吼未改啦，吼，所以这两成先卖插。啊，另外剩诶六成咧，这就是咱目前爱去争取诶部分。这六成就是有台语意识，但是台语能力无遐好诶，所以因可能需要一寡鼓励，还是过渡性诶措施安尼，吼啊，这个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啊，拢值得咱思考。但他拄单年讲的嘛是反映这个状况嘛，吼，综艺节目较济嘛，因为较轻松，新闻迄种对台语要求较悬的就较少安尼。哦，啊，阿辉老师问讲啊，吼，台语戏剧的字幕敢会增加？意思就是讲，甲本地是华语字幕改台语字幕，对吧？嘿，阿辉老师敢是个是嘛，吼，啊这。策略的部分啊，吼，因为我毋知影即摆台语内整体情形是安怎啦，吼，啊来，咱可能就是看有人要加入讨论无。他说这个红先生对无吼，吼啊有要讲的，敢是要嘛针对这个议题做讨论？若是就请讲，嘿。举手的迄个红有无吼？洪武瑞吼，迄个先生有无？请讲，你开麦克直接讲啊。哦，啊无，是毋是设备？是毋是设备有状况？所以安尼袂要紧，安尼轻声看迄个啥，迄个有人会当针对雅慧老师的议题来有机会去增加无？咱来讨论安尼。因为当然啦，阮若连讲拄着台顶，我嘛会当甲建议啦。哦，但是这嘛要看因台语台整体的策略，我嘛毋知影即马有偌济比例是有台语字幕的。迄个，嘿，老师，嘿，就我所知影的，就是我为内部的角度来去看即件代志吼。台语台的节目是制作人的制度，就是讲由制作人来决定即个节目的字幕要用台语还是华语，或者是有的是双语，安尼。所以，若是希望倒一个节目字幕会当有啥物改变，较实际具体的方式，就是直接写配合迄个节目，互因建议，安尼，迄个制作人就会当知影即个资讯，安尼。以上。就是你嘛希望倒一个节目有台语字幕，就去甲建议啦，吼。啊，毋过有当时啊是因的策略的考量啦，吼。因为制作人有策略的考量，啊有迄，但是我其实啦吼，我先讲我无真赞成双语字幕，就是同时出现啦，就是下面足侪排喎，迄字幕念的汉字，哦念的罗马字，啊念的华语，念的台语安尼，这就是拢会砸到画面的下面有啊吼，迄个看起来就足歹啦。咱做台语嘛是爱要伊美感，所以我感觉我家己是较感觉讲字幕一种就好啊，看要倒一种，看要台语的，啊若台语的是要汉字的，还是罗马字，还是汉罗的，啊若华语的是华语，安尼吼。但是大家当写好制作人安尼啦，吼写好制作人安尼吼，就是看讲家己的想法，那我想是有机会改变这个制作人的想法安尼。好，英语来请。老师，我感觉字幕的部分啊，其实会当参考一寡新媒体因的做法，就是咱甚至拢知影讲外国因咧看节目较无惯势看字幕，因为看字幕其实是咱台湾这边啊，搁咱的即个亚洲这个地区较有惯势咧看这个字幕，啊，所以因咧伫 YouTube 顶悬伊就是拢甲字幕各种迄个字幕做咧，啊，伊用 CC， 你若需要倒一个字幕，你就是用迄个 CC 的字幕。安尼就是大家拢照顾会到，因为无就像你拄仔讲的，迄字幕一大摊啊，其实拢砸着画面，迄安尼其实咧看嘛无遐尼舒适安尼。是，我感觉即摆迄个啥物，有一寡 YouTube 就啥嘛有 AI 倒翻译的，伊会甲你讲这是 AI 翻的，所以有 ND 的功能，毋是啊，会前着啦，会 ND， 啊嘛无一定正确，但是伊会当甲你，互你参考。即摆迄个啥 YouTube 嘛有即种字幕的功能安尼。
快但是电视无这种功能呢，电视敢若无。电视无，电视敢若通切换声道尔，就是你家音配啊，伊可能字幕是固定的啊，你敢若会当听到声是无共款的语言。多谢。好，安尼咱今仔日时间嘛是差不多啊，对吧？吼，大家敢有啥物议题要讨论，咱会当个，若有咱就个开放一个议题来讨论安尼。哦，啊，若是无，咱就要请甲时间交转来，互迄个梁光兄来做最后的 ending 安尼。有无？大家有啥物要个想要讨论的无？咱即摆嘛有台语台记者伫遮，对无吼？迄个陈妮伫遮，啊嘛有迄个台语指导英语伫遮，对无？啊，所以咱会当有啥物议题要讨论的，拢会当讨论。好，那暂时无啊吼，安尼咱是毋是甲时间交转来，互梁光兄做即个最后的 ending 安尼？梁光兄。今仔真感谢即个信贤老师吼安排即个节目啊，感谢即个英语吼做真精彩的分享吼，按商业即方面来讲起免来推行台语吼其实是若讲真正要会当大众化吼，应该是爱按商业，若讲商业一般人有咧用吼，安尼台语才会大进步啦吼我是感觉讲。咱台语的发展会愈来愈乐观啦，吼！真爱真正爱迄个较紧用 AI 啦，吼！尤其是住伫即个海外英语较好的人，吼，用即个英语去来写指令，吼，出来迄个效果拢不止好啦，我毋捌去用华语去来做指令，所以我毋知影啦，吼！甚至即马我会当用即个台语，用迄个罗马字吼，我是习惯用白话字，我用白话字含即个 AI 咧开，伊拢有法度用白话字我回答，而且正确率拢不止悬吼，甚至昨昏迄个我含即个翁钟伟老师咧讲吼，伊讲伊即摆甚至拢讲互用讲诶，你用一个声音档吼，甲饲入去迄个 Gemini 诶即个。也有一个叫做 audio 吼，甲饲入去吼，伊会自动甲你写台文啦吼。即种诶物件，就是讲进步会愈来愈紧吼。所以咱台语任何语言啦吼，若对无着即波诶 AI 吼，我相信会愈来消灭诶速度会愈来愈紧啦吼。好佳在咱台语吼。应该是加减有对着即波 AI 的即个会发展安尼吼。续日我来小解后礼拜节目吼，后礼拜就是即个时代力量的秘书长伊会用全台语来讲伊对台湾时局即摆目前时局的看法吼，甲因的主张啦吼。请伊台语讲了好偌歹。我毋知影吼，我毋知影，但是介绍伊会用台语来讲。咱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本正毋是讲要请足够演讲的人来咧演讲啦吼。咱就是讲，不管你啥物款，咱就用台语安尼来分享吼。好歹不相知，咱就有安尼来用真心安尼来试吼。提供一个平台吼，互咱台语人吼，有一个台语文化平台。互相来遮分享吼，感谢大家吼，后礼拜共即个时间即个频道咱做伙入来安尼吼，好，感谢梁光兄，感谢英语，感谢大家，嘿，感谢德小老师，感谢英语再会，多谢大家，嘿，感谢，多谢，感谢。